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。台铁今仔日早起5点多，有一台为台东开往树林的401德鲁固自强号，在6点44分的时阵，经过花莲嘉安第4车厢去互一台驶入去铁基路的轿车撞到，加在火车顶悬的乘客是无人伤亡。因这只轿车的驾驶是轻伤送病院，目前东正线是单线双向通车。为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只白色的轿车，车头是已经弄甲密密麻麻。台铁表示，今仔日早起6点44分，伫花莲嘉民村边高道的所在，有一台为台东开往树林的401德鲁固自强号，伫通过边高道的时阵，听到真奇怪的声音。停车落看，发现有一台轿车驶入去铁基路，弄到第4车厢，车顶的旅客是无人受伤。因台铁是赶紧派接驳车来载旅客。因这个轿车的驾驶是轻伤送病院。目前东正线是单线双向通车。因相关的事故还阁长伫咧调查当中。